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8，诗篇145篇21节安尼讲：我的嘴要讲出俄罗耶和华的话，愿既有血气的，拢永远学了伊的性命。三个来祈祷，阮的嘴要永远学了你性命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悬、至大、至圣、至荣耀、至尊贵的全能独一上帝。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荣光显明伫全宇宙，你的名声透到全世界。主啊，你予卑微软弱的，通领受你极大无比的疼痛。这款的恩典是阮无法度回报，也是阮用一世人拢要来学乐甲感谢的。主啊，你的慈爱关过这的天，你的信息到伫万世代。主啊，愿阮的心灵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。阮的嘴要讲出学了你的话，愿既有血气的，拢永远学了你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